一啲突發嘅事情可能令你覺得不安、焦急、擔心、恐懼、難過、無助、憤怒，你仲可能會食唔落、瞓唔着、冇精神、提唔起勁，重複諗住事件，精神唔集中，記憶力轉差，思想遲緩混亂，難於做決定或者解決問題。呢啲都係面對突發事件時嘅正常壓力反應。只要好好咁照顧自己，就會慢慢恢復過嚟。呢個時候，你可以確保充分嘅休息，飲食定時定量，避免依賴酒精或者藥物嚟減壓，維持日常生活規律，避免過量咁接收相關嘅消息，做一啲令自己輕鬆嘅活動，做深呼吸或者其他鬆弛練習，同親友傾訴感受，亦都要同人保持聯繫，分享其他話題。如果發覺情緒持續不穩同埋影響日常生活，就要盡快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啦。